生活唔順，個運總係差少少，其實可能係能量嘅流失，導致削弱咗自身嘅氣場。分享幾個實用嘅小技巧，幫你時來運轉，開門迎福。第一，清理破損嘅物品，例如爛咗嘅嘢、裂杯啊、穿窿物等等，呢啲都叫做有所缺陷，會損耗使用者自身嘅能量。清走晒佢哋，要破舊迎新。第二，門口要擺綠植。門口係人生嘅入口處，放盆植物喺門口，例如富貴竹可以增強生氣，擋煞招福。第三，間屋嘅財位要整潔，保持乾淨，擺聚寶盆或者錢罐、招財物或者擺五路財神，財運就自然嚟啦。第四，出門記得唔好披頭散髮，無論係男係女，個樣都係要出門見人嘅。梳理頭髮梳氣場，梳頭唔單止係外表咁簡單，用銀梳仲可以疏通氣血，氣順咗，生活就接住順。第五，保持健康係本錢，病咗係晦氣，會耗運，病緊嘅時候會錯失貴人同機會，所以再忙咧都要照顧住自己嘅身體，你都唔想人在天堂，錢在銀行㗎嘛。第六，夜間要反思，清理壞情緒，每日3分鐘總結，留低開心，拋低煩惱，準備最好嘅自己，迎接聽日接好運。玄學其實係調整心態同埋生活嘅細節，運勢唔好嘅時候，不妨試下，祝你日日順水，福氣滿滿。關注我，我係會帶來好運嘅曉嵐老師。